即摆有真侪人会饲狗仔甲猫仔来做伴，宠物美容店嘛愈开愈侪间。不过因为现在出现消费的纠纷，行政院消保处发布宠物美容服务定型化契约，规范业者爱先甲消费者说明收费的方式，嘛会当询问主人动物伴感受公益性，避免相关的争议。 替狗仔洗身躯、家饲毛、装好水水，即马饲宠物的人愈来愈多。根据农业部112年的统计，全国狗仔和猫仔数量大约279万只。宠物美容的服务店头也在增加，不过因为收费无固定标准，若讲无好势，常在引起争议。行政院消费者保护处5月12表示，正是通过犬猫美容服务定型化契约，未来业者和消费者拢要根据契约确认美容服务的项目、时间、费用等内容。 所有的消费资讯哈，包括说这个饲主对他的宠物哈的一些基本上的一些资料呢，必须要跟业者清楚的说清楚、讲明白。当然，业者呢提供了哪些的美容服务哈然后多少的一个金钱哈，这个部分也要跟我们的饲主说清楚、讲明白哈。 国内宠物商业同业工会专联会表示，因为部分业者无了解遮侪沟通的定数，加上宠物定动来动去，主人无大声说明宠物的状况，就有可能无细腻甲美容师咬着伤，甚至有其他纠纷。专联会认为，定型化契约通保障业者和消费者双方的权益。不过狗仔，你知影狗仔会叮动啊？你动来动去，有可能安尼加，还是安尼剃，伊剃袂好势嘛，加袂好势。啊，讲足侪纠纷就是。 两方面无沟通无清楚啦，定期化契约可以大大的减少这沟通上面的这些细节没有讲清楚的细节。另外，参选主人袂记只甲宠物带动去，伫契约内也有明定超过30分钟通收费的规范。专联会也表示讲，这个规范定了真详细，也有春秋的空间。但因为规范拄上路，工会希望农业部通协助辅导业者、消费者建立正确的观念。记者刘家嘅谢桂玲台北报道。